迎接农历过年，市长亲自公布台南渔运吉祥的春联，由篆刻家杜基东所书写，以勇壮的金鱼捧上金元宝来代表勇敢的鱼，鱼翅财源滚滚。另外，市长嘛准备过年所要发送红包，提前甲大家见面，以柳营特产的牛年罐来设计，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大发财。今天的活动，我们当然是这个公布我们今年度牛年的、明年度牛年的这个春联，还有红包的样式。那希望说一方面讨个吉利这个取个吉祥；一方面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市民朋友们，还有来台南观光的好朋友们这个拜个年，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由于去年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这个平安是大家最大的诉求，健康平安是大家最大的诉求。那我们就这个红包特别选择这个牛奶瓶，一方面牛年，一方面希望大家平安。受到疫情冲击，虽然春节期间爱减少室内人潮的组织，不过确实当鼓励大家到户外行踏。所以市府观光旅局嘛特别设计赏花地图，推荐热门景点的精彩绘海，邀请大家来花天不就地。总共有30区，他们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个秘境的一个赏花的一个景点哦。除了赏花，我们还有田埂子赏草，还有赏树哦。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踊跃来索取。目前我们这一个地图呢，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下载我们的赏花地图，就是 My Map 到台南旅游网上面一定可以轻松下载。那再来呢，就是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旅服站我们的各个旅服点你也可以来索取我们这一个南国花都的赏花地图。牛运吉祥，贺新春，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电视新闻编辑郭博义采访报道。